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台语歌曲《光辉》已经封麦，无公开表演。伊过去一首最出名的歌，歌名叫做《小白的海花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花好碗花第7条。读花这是读白音，花就是水边、海边较悬的所在，咱讲海花。刷落来分开来讲，两边较低、中较悬的形，咱嘛讲花，像讲餐花、起花。另外，这个文音读做干，像古早有一首出名的日本歌。叫做岩壁之庙。另外，台北北投区旧地名，也就是即马淡水捷运线其中一站，就是基里岸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起花，意思就是家族；第二个词读做爆花，就是堤防。你咧河边或者是海边啊，起较悬的花来防做大水，海水倒灌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阿明甲女朋友小招来到爆花边看海花，行行兼看看。本来气氛当好当迷人，阿明煞雄雄，起花咧疼，规个好心情拢拍歹去，实在足有幸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花，这是读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干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